奉千岁上宫之命，今后官员令文明上层，一日既往，改不受理。各位大人，不必论诵圣贤。千岁爷吩咐了，杀有人广州门路营私舞弊，绝不宽宥。啊，大总管，下官李学生也手本神招，请大总管尊称千岁爷来听。李大人，请到内厅退茶。谢大总管，谢大总管。原来是此啊，大总管，下官也有事问，请大总管尊称千岁爷。你也到内厅等儿。大总管，大总管，下官也有事问呐。金榜题名天下闻，领取官运讨福神。想不到一幕衙门四春官，分所金香刘福林。这个李学生倒是知趣，送了这样大大的一份厚礼，千岁爷十分欢喜。这元首他过七品园令，实在太小，命我另替他照顾委屈。可是礼部一无空缺，这便是何是好？辛苦今日李九生，这就并量太守，他来领取官品。学生李九生，他来领取官品。哼，不识时务。哎，你方才说你姓李，姓李，叫什么生的？叫李九生。哦，叫李九生，妙妙啊！李九生，李学生，一日只差巧这分，官名上就是有别家不成。去不是平凉之夫，我还要你回去吧，不要再来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平凉太守已经有神了。怎么？平凉太守明明是我，怎会另有他臣呢？不错，原本是你，只是你缺少才官，千岁爷只得另为他臣了。是，我要面见千岁。大人，没有千岁爷的准许，宰相也不管敲门。天下竟有这种事！啊，举生兄，
在此啊？李年兄，可年兄人生，莫非受了委屈了？李年兄，千岁把我平凉太岁的官兵发觉批成了。啊，年兄，你使我这也，莫非你上下左右忘了通用一下了吧？嗯，哎呀，这下你可吃亏了哦！李大人，哦，李学生，学生在，官兵在此，请即日复城，助你的平凉太守去吧。家族，平凉太守正当时，二十年参与不行事，经官兵推毛令，历代讨将，朱成清，我要面见千岁。用乱棍将疯子当了出去。想不到礼部衙门虽也闻自落得，李九生改成李学生。苦叹呐，官吏岂不为贤孝，不会南桥滚衙门，问强缘分，何处说？自落得漂泊异乡，
家难奔。这是太神情，即是此，何必再去看子门？皇帝的宽心养平，年冬过去，是养成。为吾的病，只怕难好了。弟弟，这可怜你们几弟是有失去娘亲，此今有恙。弟弟，你这不过一气生病，调养精神就会好的。弟弟，歇歇去吧，歇歇去吧。幸亏我有披风信到寺庙，发现跪下，做到。我弟弟官位于四山当朝，被为当营下天牢，把两金子锁在民心，不送到民不报。大愿菩萨多保佑，保佑我弟弟平安在无乡。姐姐心不甘，无法说来。哎呀，弟弟病死深重，这便是何时好？姐姐，我们再想想法子，救救菩萨。弟弟，那你快想来。姐姐，你快救来。菩萨山上，请听弟子李素萍今生做高
若京都是飘萍，异乡客体随照应，频频敲破高府门，不要奔。几句历史悲，知苍生，到来日终是妙语诉今生。姐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妈妈，你看呀，看呀！弟弟嘞。报日的菩萨真灵验啊！弟弟来，姐姐，看呀，看呀！弟弟，神愧儿清茶。哎呀，弟弟，这是哪里来的？姐姐，我老实告诉你，这包金子是我放在这里舍得的。舍得的？是舍得的。方才有一少年书生竟要背过菩萨，不想这日把这包忘记在这里。哎，姐姐，正好去我们的准备之际。凤鸣，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？姐姐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追上去还击人家？这个不上了。你去看到那位书生出门，怎为这棍不上？分明是有意独上前财。姐姐你，哎呀，弟弟，你怎么忘了弟弟平时跟我们讲的故事了？连在不是家来生，世事不因他先进。唐朝有过陪丞相，早年潦倒也穷困，识得金代凤还神，再想不起赵灵君。凤鸣啊，是有理想，好志向，凄苦经历俱同心。姐姐，我没有忘记这些故事，这是为了弟弟呀。我随时呀放到此报，无钱拿得林子草，眼眶上无垂去的前人，凤鸣心里是大家。要杀吕情，要无尽，要追门路，宁苦道，地上有子把良计。什么衙门办事了？弟弟，这就更不得了。弟弟跟着我美国去肯应归去讨好，宁肯平平吞土苗，也因此实际是他我事事小。堂上十斤书生贤金用，你良心无才，是天理真法。天理良心，弟弟最巧，有谁来和你讲过天理？有谁来和你讲过良心？天理终于上颠倒，良心早被勾弃掉。我弟弟魂不稳在队伍上，那吕情一度是草彩虹包。今日我无非三界金一包，真是天理不能饶。死寇！弟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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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弟。弟弟。
此谁？今日军机此金陵，他日梦晚离家回。预了人当殿衙门铺平路，又何必身家苦为我不为？弟弟，你把位子平日的教诲都放弃了。弟弟，弟弟，我也是为了你呀，弟弟。弟息怒。父命儿。你曾设计不美，品德好，夫人为我身赞美，平素自述有大义，同红尘与虚伪。生辰儿眼空不起有他量，品格非同庸错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弟弟，今日我已有脾气，这人现在是心灰。为人这应两把郎在梦须平生，岂能够推归灭地却双亏？今日回府将你当一个，好事放了，坏事就为坏事。可曾见到我死了在此的一个宝郎嘛？大姐，你姓什名在？死了包郎，内有何分？我叫沈奎，宝郎之中有100两金子，还有送信一封。这金子乃是替父所赐的性命钱呐！你就是沈奎，是请包郎在此。弟弟，多谢恩人。这是你怎么说这是性命钱？这正是神界机缘呐！红布开国大明朝，为官专权气也小。我父上本把当月少，反被无言下天牢。刘金福所进100两钱不送去，命不报。刘琦奸臣，弟弟，
弟弟放心，事情一定完他。弟弟，弟弟，祖辈亲自送。家父孙刘台，一弟弟，祖儿女弟弟，今生如此爱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弟弟。去几代，寂寞无情，看来难是等晴天。姐姐。 美丽在端详，可是
夫人接到，接到了。谢天谢地。姐姐，怎么回事？是妈妈。好了好了，你姐姐呀，她是说不出口的，我来挑明了吧。这些啊，不是姐的，不是姐的，是买。什么买？是啊。姐姐买，是真的。姐姐，你是要姐姐啊？我姐姐不能买。哎呀，气呀也谁听掉？是了我啊，谁肯出2百两大价钱买它嘞？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好。我姐姐不能买呀，小弟弟，小弟弟，我家是开宁铺的好人家，我买它去啊，与我女儿做伴，你尽管放心就是啊。我家里3位王儿在相扶，也是金钱箱子能得开营啊门。我买它去向我闺娘的过，娘名字张上清，养的是鲜花，教育能须知是姑父花生。好了啊，200两人银谁吃？你们几的儿孙啊，好好的谈谈，快安排一下，我到那边歇歇去啊。我姐姐不能买。哎，妈妈，好的小我姐姐弟弟呀，不能买。这样妈妈，啊，妈妈，停了啊。姐姐，你不能买，要买买我，要买买我。弟弟，
你多是半冰莲，既不能再把斯文镜子点，上世纪10年苦守寒窗前，只要你多是举上心，我做女做马不愿意。200两本银比我这里2厘分。姐姐呀，我俩一笑。长记为我是孤勇，你也来为我最珍惜，如今叫我多思维。姐弟俩相依为命，共成婚，没了你，姐姐只怕我也活不人。团官为自家最生，怎能叹息活不成啊？要有那红胡子子与必等，指望你奋发多时苦用心，曙光事发得心连，力图诗篇要篇月明，但愿这把2分银一般情成随兄弟知情遇，预早一生你把关注，连接奉公不团圆，做好官亲自随之离别，真犯命守着宝剑与金牌，治了那女君之罪奸淫臣，老几次菩萨头上是青天，老几次姐姐生你是埋生人姐
美声音，一颗无泪很更深。我今日在海底的过一生命，我今日随便我姐姐去美声，美声音是许来人，他叫我原谅此故举上镜。姐姐一片心，梅花顺日连得紧。不为姐姐一片心，金水分章登相闻。不为姐姐一片心，日夜孜孜俱忙尽。不为姐姐一片心，生日患难世间生。玉造要挂黄金银，定杀团棍不留情。玉造要挂黄金银。天杀团棍不留情，弟弟，姐姐，姐姐。祖辈，请是谁？家父尊儿辈，一夜做儿女，今生永世爱。弟弟也乐意听，梅花算是龙飞潭。
伶伶俐的小姑娘叫李素萍。你们做姐姐的，快去关照关照。知道了，快去吧，他来了你。黄金满小飞兰园，正是那洪水要过也自豪。燕子好，燕子好，燕子好。去妈妈在等我3年整。什么？等3年？姑娘，我们门户成家，靠着分段过活，怎能等得3年啊？妈妈，调动落在井里，这也整不起来的，何必要等3年呢？妈妈，3年之后我可以随时买。妈妈，我家要远远懂事份，再有3年更长进，经济是万
把你尽在，时时曲阜又更生我立志，不做娼女做才女，卖文乐诗多光阴，就是一副人善良，敢问一片善良人，三年之人还不等我回你。少留给各间花厅，你得一个十数年报也不认我真一个啊！莫讨女子不是生。什么？你这是卖诗一幅，三两分银，做分一篇，把银三两，亏你说得出口呀！不怕人家笑掉牙齿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我3岁所写梅花算式。妈妈，这是我的40分章。妈妈，妈妈呀，这妹子的方高于神，说不定一是真实在两人。故事有个才女叫贾道云，今日是不会出过李素萍。看来是妈妈今年交红运，财神本却上顶门，才女出在不成缘，不成缘呐，三等归来变一等。是啊，一个吹一个唱，真说得像十月家事啊，说得过东城母鸡生凤凰，西家王沟边吉林，自从换武到如今，哪一个官男不卖小且卖粉？妈妈，啥要强决我一从，升到写字把名听，我要告你卖2位钱给我钱。要是你犯不成我的碎心原谅高花一根绳。现在的人啊，是都有这套法宝的呀！姑娘，别可儿闹山上吊，妈妈我从来想不到。你出这一步一冲，我送你了才得福音上。那这妹子心气十分高，妈妈你看须上先放鸳鸯，更何况她年逾比亲戚，比得起怕落国王土美都骄傲。我爸爸把人知道，
这是我有话才行。这是3年以后父亲买你的坟葬，你还得听我的。今日8岁喜。
心。以后我虽被骗落风尘，却为人为家家非停息。逢迎到家，应聘为弟弟，喜悦安分。我郎随我来。在这里。大姐，啊，你谁？大姐，这是新到的徽州香门，这是加了羊号，都为小姐送来。多谢虎郎，请你再送一些宣子来，我家妹妹等着要用你。好。妹妹，这是刚送来的3号香门和羊哦，你安心的谢吧。谢姐姐，宋姐姐，宋姐姐。奉你去自一匹，一三层，一层。夜来复梦，常是梦。天涯何处将提心？的心，你一定要奋发上进，弟弟一定要相见之身，一定要相见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
为弟弟在天之灵，不为姐姐一片苦心。姐姐，弟弟，姐姐。3年来，父亲的是受于民，可到今世鞠功名。今日是乘风得意马蹄声，白马红缨回营里。我才华为官钦本好，为王建立国若情。闻妻梦绕上思念，弟弟成了断肠人。虽然是官梦微薄难应拒，我自己称来200两银，送我姐姐出火坑，还我姐姐清白命。姐姐，李梦明，李武当年才飞亲，你既为其锁门阿平，今日你趁机为其上风花，姐姐，那你归安领罪名。姐姐，我们有谁啊？我弟弟没有才，你与我上的名字。我弟弟没有姐姐，走，我们有谁？我们有谁呀？弟弟，姐姐，姐姐，你往哪里走？姐姐，弟弟。怎么了啊？啊！我梦见弟弟被神抓去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人家是梦是相反的呀。梦是相反的，不要紧的啊。我要信弟弟，要信弟弟。妈妈一定帮你寻到弟弟，一定的啊！只要你呀，请我多写些文章，尽快写起那些好的来啊！哦。你是报恩寺见过的大姐？你是陈奎陈公子？恩人。你怎么在这里做起火狼来了？真是夜夜难行呐！我家为乃府中子，地方狱中娘修士，来府定丢情不与归不及，无奈我全是火狼独生子。沈奎，你可不能消沉。事到是时，我也无奈呀。我愿助你一臂之力，你啥不厌弃，从今以后就做我的弟弟吧。姐姐，弟弟，姐姐。山上两情彼此的，在梦里失了情的。
曾经，有志在世京城。姐姐，你也没有睡？我真要为你送银呢。这衣衫是我亲手缝好，千针万针。皆是情，再带上份银200两。姐姐，饭菜用不了200两，有配付完才停息。姐姐。10年前我有应错报恩是，为啥今我们临人间？是姐姐受此救我脱险境，贪则贪，复仇为报，心难平。千年前，留神我做一品，我是苦磨与红尘，是姐姐再次救我脱苦境。千年日月千年恩，你把这里为人善心，没事话到夜来，又叫我读书上进人。今日我大恩未报，要怨啊里，姐姐，我怎能再受这200年？当初在异乡
28年，今日里我在生落赶来园，上门买文来书城。我三父亲人共相依，我始终把你当亲人。至今送你银丝去，这28两分银。几生情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姐姐，你快好了吧？姐姐，没什么，好了吧？姐姐，你思念亡命。人世，心中痛楚替我知，因为我你碰上师父亲身教，一腔心血来请儿子。如今你金碧烈有情，手里带兵来试试。恨我眉头青灯下，只图功名放里子。功名我比太宽松，姐姐，我来可再讨一把事。天地此话差异，7年来为己死心欢苦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你能出世之邦，心里死皮，接受养亲。难道这7年心血，夫人理解？这7年心血，父子亡羊不成吗？姐姐的教诲我铭记心，今月2夜我必人亡。姐姐，为姐姐平替教人受，我怎能一生逃避？八路上啊，天天为己事一把苦诉诉心头，3分喜皮7分愁，自己的平替自己知，眼底不必为己千里行程不苦。来，自己的功名你必在。姐姐，我知道别不了帮你治病，只有那赵为同名才解决。我一定想方设法去找寻，让姐姐
10年里就改变改。老了，哎，老三老想今朝外面走，里面好，头发都白了。哪里？即使经商到武定州，都要来逛逛富春园。是吗？看看你家三两姑娘哦，哎，三两姑娘好吗？听说她深润，美文为首。哎呀，张大官人啊，你是哪里知他好？自从沈奎上京之后，三娘他分章不息，饮食难进。哎，这真是野花播种，年年有余，烦恼苦根岁岁生啊！妈妈。既然三两姑娘立志不做野花女，又不肯提笔埋头，那你留她何用哦？莫看我收人送礼，我也送情啊！哦7年了，怎么？我张子成万是一句话，原则1000两。今我做过3万，妈妈你看。哎呀，你这不是在问我的要钱是吗？妈妈，听说沈奎已经送了上元，官封8府亲恩。三两姑娘迟早总要跟他走的哦。这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你要照当旨意喽。沈奎在此，我有当有骂不让他多事。
如今要是他真的中了状元，封了姓王，定要把善良记取的呀！我啥事当开月落方才风，岂不深山两头空？若是不放陈三娘，那陈奎自讨是难用。好在那位自保上，我把三娘来困中，加上高我变成娇，管他70年半翁，我一面管花把三娘来，一面报喜把陈松，虽说陈奎已告终，叫他赶紧去相逢，自古强在先下世，也曾经我远走高飞，逍遥他乡，还是那得一场风。原来福定州富成员有一烟花女子甚善良，被卖于自保商张子成为妻。可这文契上面亦无红笔圈点，而无官兵印玺，而这文契之中却加了张200两银票。分明是要本罪给上官印，将那女子顿于他为妻。这算不算吞赃？这算不算受贿？哎，这银子收也罢，不收也罢，那妓女能跳出火坑，总是件好事。本州理大成贤，下面听了，说去常州客店将神3两带来。是。
安家28年，不与我心忐忑18年。花枝一下空上枝，莫非是眼干8年是有仇？哎，我怕是太师心意了，向我立10年落他早看苦，一朝蜂拥得称心。我乃是新官初上任，待客应酬却分明。归梦是悲岁与初心，常州已是个穷衙门。想我一生清白，一生悲，这世道可随本分比情理。啊，我想得太多了。妓女从两本好事，虽成人面真来演一人。妻子遇到不顺腿，我上天理秉公正。禀大人，陈生阳带到。带上来。是。恨宝儿恨可父成心，我是上当有家西城。换来跑出上宫廷，见此罪我真可。大老爷身上，小女子深善良口见。沈善良，是谁将你卖于客上？当家宝儿，既算是此，理当跟那客上前去。小女子不愿前去。此虽送良玉何不好？怎是不愿？小女子有下情皮皮，由你将来。大老爷，用兵。我24岁被骗落风尘，我不愿下前卡身，买粉笔成了要钱事，3包钱3两请他身。今日里宝儿通才没良心，
暗地里将我卖于张子成，马老卡年近70之风险中，我三娘24岁正青春。有道是城中蘑菇高时辰，老夫少女真配婚。沈成良。想那老客虽已年近70，可他乃是自保上人，家在藩官。你到他家想不人的荣华富贵，有哪一点不好？荣华是言，富贵是云。小女子的心不会被那荣华富贵所动。你莫要错过这种良机会。我宁愿为父成冤，也不跟那张子成嫌去。父神。你官员落水为妻，岂不与你父母养有之恩？小女子泄露风尘，却被人丧失廉耻。想那张子成一场在世，将我骗卖到此，我少屈从于他，这才与我爹娘养有之恩义。当自保上，好意说你容良，真是骗卖。你实在要降罪，定用大营审理。大老爷，你几次三番苦苦逼我在那张子成前去，莫非你得了他的好处不成？一句话戳进我心底，刀鞘锋利问其境，大胆引花棍定罪，不是引发你不死心。来哟！将这先生掌罪死审，去吧。沈成良，你去死不去？大老爷，为国立是公堂，不图名利在为高，保边清所须分明，莫把是非都颠倒。大胆调虎，尽管顶上吩咐，报效公党，这完了得！来呀，沈大。死了！
春文龙，龙王朝7年时，三千红子。公正。沈三娘，你到底去是不去？就是他老爷却当小女子，就是刚到家境，我也捉不先去。好一张理亏，当让言语文气写得明明白白，岂为却断了你？请问这份喜上面可有小女子亲笔画押？不也，可有官兵印信？对本罪给上官印。慢，这份喜是吴廷罪所写，要给官印也用吴廷罪所给，历史上的长罪，这怕给不得官印之故。沈三娘，你再三不肯离开府定罪，莫非在那里还有什么牵挂不成？别无牵挂，府定罪与我的兄弟。哦，明白了。待本罪将你的兄弟抓来，和你一同跟随那府上前去，姐弟也可早日相见，你看是否？我的兄弟，只怕你算他不同。不是，刚当常州衙门，难道算不懂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吗？我的兄弟也是个做官的你。你兄弟做官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也做起官来了。我兄弟不但做官，还是个大官。总不见得和我一样是个扶贫自罪吧？我兄弟的官比你还大，衙门比你还宽，机关比你还大。哼！难道是少丁清查不成？正是八府亲案。沈三娘，你那兄弟哪年出去，哪年是新人，你在夸夸将来，总有一言差错，难免使用大义。大老爷，请听讲。我兄弟家子年间总可知，一曾年间得头名，御笔钦点刑八府，山东茶坊4万名。查问他是哪一个神魁？就是兄弟名。这是他烟花行里下人女，哪知他兄弟是恩怨甚大神。我知道凭空得来人儿大，谁知大祸怕天理。来呀，还不快滚过宽松！不对呀，我想沈奎大人甚为心官，岂能让他姐姐落水为止？
分明是将他当劫了，归纳新婚来向我。沈三娘，你沈大人可是一目懂吧？非也，莫非是说不贼的？也不是。出路！大胆沈三娘，你沈大人一不是同胞虽说，而不是说不贼的，分明是心亏无厌，欺骗官府，早晚了得。我还有下情非比，讲。我与神魁共是天涯人我生，自然起几天尘，还没与孔子相陪，万难相持成知音。为是神魁若成妻，我只如他发奋托世人。我言那世经所是少得能，烟花女母亲是做先生，昔日一道受机灵，数年3月苦费心，8月为师父亲人，切惜他3点加上中头明呀！听他言道，他不但是沈大人的恩妻，而且还是沈大人的恩师。不对呀，我想这个女子有些雅恩也是有的，可以教不出上院来呀。此话未必可信。沈三娘，你自称是沈大人的先生，不知你教他些什么？究竟是孜孜不倦，教书法梅花篆体。梅花篆体，想着梅花篆体，我姐姐能写，难道他也能写得？我姐姐能上手手写。沈三娘，本就要看你梅花篆体写的时候，可非当当写了。请老爷私下必言。来，去份芒氏包与他。请老爷再试一只狼好。再要一只何用？小女子是有年纪，双手能写梅花篆体。哦，能上去写诗呢？再接他一次。阳气成果，自必成狼豪。我称张官生，就是杀人大天地之大，夫妻不有，姐姐上手能写，人家
亦能写得，杀把烟花女子出身为是姐姐，岂不落个笑话？像我家虽有历史资本这一古今，外人不知，不妨问他也尽在身。来，将本罪的这一古今取来。沈三娘，本罪问你这一古今，你可通晓吗？刚才要我事先梅花算题，此今又问这一古今，莫非他？不会，我李氏门中不会测此掌官。你真不为大，老爷这官分嘞，已经落入四卦，第28卦何名怎样讲的？第28卦名为大过，理有冤枉恨。是啊，苦养身体，老夫的少妻夫不利。按此而言，老夫少妻没有什么不利。老爷枉得惊人精算，断句不明，挂名大过，实是大大的过错。挂问老夫的少妻夫不利，夫事实不应有这样的事不利，事实上有此事乃是大大的不吉利。总而言之，第28卦老夫的少妻原是大大的过错，大大的不吉利也。沈三娘，你此种自节从何而来？小女子这种自节，自我一家与众不同。你说的是哪一家的一经资本？教育祖传历史资本，共有几共有3卷，今日何止教育兄有何标记？上人说，无人所写。历史书评写的什么？先父也。退打！本卿40岁，家父最后的贤做汉女。李凤鸣，你团长多少？这你团长多少200两。 200两。见风面气得我不能去分。 又可负荷生，
不通，使尽我心事到根。我问你弟弟怎样是历经传你单位官司法关心啊从此后10年守着福音心啊，可怜我被骗一路随风尘，一家风诉情啊配，是不足人心送去埋笑声，先是埋坟先祭草，要一股陈年的莲花不算尘。父曾远走深山凉，心心想你，李凤鸣。你鼻子你梅花算是苦短啊真，翻开诗卷相差不知你寒窗夜头苦用心，即是那色土的小子飘空黑暗
茂盛，美心想不到心地如此不干净。我虽是烟花女子到清白，你却是堂堂之罪。说神听，带上乌纱有头巾，龙泉那灰地灵，穿上文袍背负裙，团长埋伏往根本，好娘伤疤忘了通气，压杀女用他听。我骂你李陵之婚妻，让武将书店王朱奎天不正，上天良辰得气呀！我从此这回就报了兄弟这一招吧。陈三娘，冤枉啊！恩姐先生。就小弟也罢。妈，你是当年的神魁，还是今世的神魁？本姐这是何意？啥是当年的神魁，我还受得起的一把；啥是今世的神魁，我就受不起了。小弟乃当年的神魁。恩姐，我曾派人去府定州见你，那宝儿生意不在人世，但不知姐姐又是何来到这沧州衙门？在这里当官司，贤弟可与您之借一些于为之。要他何用？可恨当家寡妇将我卖于张子成，我不愿先去。谁知沧州之妇他断章受贿，用银强逼我家，贤弟尚有您之送一些于这位老爷，免得姐姐再受苦因。顺好。好。常州知府各官做事太不该，女雄心宽先生，我此山举兵难听团，你拖下去打！哎呀，姐姐，姐姐，出战！退道。恩姐，他
他就是你13多年的同胞兄弟。真是请按国法来定裁。恩姐，李凤鸣团长王法，本应免判。这是我向恩姐父母造法，姐弟有13多年，赢得今日重福。更连读书之身，则功名来之不易。既是错判，又是恩姐的亲兄弟，你将他官降一级，一作境界，也就是了。要是他不是我的同胞兄弟，难道这官场之中死了金钱就是神情？只有这神情、金钱、神情，这官场之中只有这神情、金钱，我恩弟，小弟立志心里是比皆所扬亲。李凤鸣他该当何罪？啥是律法送免法办，啥是错判下则为民。是此大人亲上说，善良去你三界大事，哪三件？他初登仕途遍社会，育才当家无纱帽，王子犯法是民同，你要执法是善是公堂。这儿你在富城园里买盆汤，总是生活平康。你官风中借我盆银200两，说你姐姐成后康。哪三？这三么？为记住你的三章，你娘我带了奉命返俺家乡，苦茶苦饭把日子过，做一个神山清平之高尚。10年来，他生死轮飘四方，父神教诲贯同样，十座山城千古恨，回头真是好时光。这真是做官容易生难，我要在大弟弟在身旁，从今后到死做成重起头。
要他不做虚谋，做东梁。积极之法不寻常，实是据我猜你看。我刚对我沙边谁会，谁有应得难看了。交换印章不公平，请大人按理执法无用场，无用场。恩家，当年你父母多是伤身，今日你叫我秉正叔公堂。既男女中的君子的君。